遠赴越南拍攝嘅2023香港小姐競選，16位佳麗呢日齊齊現身越南會安嘅度假區，首次以3點式泳裝示人嘅佳麗們身材 fit 爆，喺陽光普照嘅好天氣下，將健康美態完全展現。特別係3號嘅鄧海文、6號嘅胡瑞涵、9號嘅潘明璇、16號郭佩文、17號黃敏慈嘅身材最為突出。而佳麗們喺等待拍攝嘅期間，都不忘喺呢個靚景自拍、練習影相表情。我哋娛樂新聞台都趁呢個機會揾佢哋傾下偈。為咗着泳衣，唔少佳麗事前都落咗好多心機做準備㗎。到你哋未啊？而家影相未啊？等緊啊！係啊，等緊啊！影個 pose 係咪啊？係啊係啊！琴晚瞓唔瞓得着啊？琴晚我哋都我瞓得着，係啊，太攰。我都瞓得着，一大落床就瞓着咗啦，忍住唔食嘢咯。係咪成班姊妹今日係第一次一齊着比基尼啊？第一輪都有嘅。係咁見咗下。但係當時唔認得晒全部人，係啊，當時都好陌生啊。但係嗰時應該係怕醜好多㗎，係嘛？係啊，嗰時唔識嘅，唔識嘅。而家就好好多啦。咁緊唔緊張啊？唔緊張啊？點解緊張啊？問你一個問題啦，你哋對自己邊一個部分最有信心、最滿意？我諗鎖骨咯，鎖骨。而家可能冇乜啦，冇辦法啦。有啦，即刻出咗嚟啊！手，因為彈琴㗎嘛，手最靚嘅。係手係咪啊？好啊，腳咯，175啊，腳唔靚邊度？係咯，邊度靚㗎？如果要講嘅話，好多即係都有人讚我有腹肌，但係我又冇乜點特別練喎，所以都見到啦，好強勁嘅腹肌啊！又冇你冇練㗎，自然生出嚟啊！自犀利啊！呢個。咁啊，跟住 Victoria 啦。我覺得係我平均咯個身形，因為我嘅身形都算係比較高，我都1.73啊，差唔多。咁瘦喎，成個人嘅線條可能都 over 我好勻稱。對一眾為食嘅佳麗嚟講，最難嘅一定係戒口修身啦。不過16號嘅 Juliana 同9號嘅 Michelle 兩位為食之人就自爆，自己忍唔到口噃。尋日一天都冇食嘢，咁犀利係，因為真係肥咗好多啊！例如林志豪，而家啱啱食咗好大一個麵包。我就係最難就係縮肚個位咯，就係有 cam 嗰陣時候將個肚縮，跟住冇 cam 就休息。因為琴日夜晚我同 Michelle 佢夜晚嗌咗一個 room service 食漢堡包，係我哋兩個12點半好似係，係係啊，我哋食完咗，啱啱食。係即係而家個漢堡包其實仲喺個肚度嘅喎。其實冇消化，係啊，5分鐘係仲陪住你一齊 shooting 咁樣。係啊，真係啊！官網上週一開始進行你最 like 的心水佳麗投票活動，首週結果暫時頭5位係17號黃敏慈、16號郭佩文、13號陳曉彤、15號莊子璇、12號梁晶晶。佳麗們自第一輪面試開始就喺網上引起熱烈討論，有正評亦有負評，而佢哋呢日亦有分享自己係點樣面對一啲網絡評價㗎。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佢哋講嘢，即係佢哋講乜，我哋都唔係幾干預到，同埋就算干預咗，又都會浪費自己精神。我都唔睇㗎，我覺得做自己係最重要㗎，即係其他人係唔即係睇你嘅相啊，或者係採訪啦，但係佢都唔知你真人係咩樣。我真係覺得做翻自己係最重要。因為我覺得我屋企人、我 friend 都好支持我，我就 OK，我就繼續努力咯。係唔算咩？我都係啊，即係盡量唔去睇一啲唔好負面嗰啲comments，因為有人中意你，有人一定唔中意你嘅。咁我都唔想呢啲comment 影響自己嘅心情。而早前因處理家事未能前往越南拍攝嘅11號周庭，就因為至今仍要處理家事而未能前往越南及未能參與一連串賽前集訓活動而退選。大會亦接受周庭嘅決定，並鼓勵佢繼續努力，期待佢來年再參選。